畫面中，一名俄軍士兵正沿住一條泥路前進，行走一段距離後，佢突然停低，將步槍放喺地上，似乎打算稍作休息。然而就喺呢個時候，一架烏克蘭 FPV 無人機正由後方高速接近，士兵一直留意住四周環境，卻完全冇察覺危險正從空中逼近，附近冇任何掩體，亦冇其他友軍支援，佢只能暴露喺空曠地帶。FPV 無人機一路保持直線接近，直到士兵終於察覺異樣，已經幾乎冇時間作出反應。幾秒鐘後，無人機迅速俯衝，發動攻擊。另一段畫面中，一名俄軍士兵離開樹林，朝住一片被炸毀嘅建築物前進，似乎希望利用廢墟作為掩護，但佢嘅一舉一動早已被烏克蘭偵察無人機發現。附近待命嘅 FPV 無人機隨即接獲坐標，迅速飛向目標位置。毫不知情嘅士兵繼續向建築物前進，以為只要走入屋內就可以避開空中監視。當佢抵達入口，正準備進入建築物嗰一刻， FPV 無人機已經高速逼近。由於附近冇友軍支援，亦冇足夠時間反應，士兵最終喺空曠位置遭到攻擊。另一段片段顯示，一架烏克蘭 FPV 無人機衝入茂密樹林，追擊一名藏身於植被之間嘅俄軍士兵。當無人機愈飛愈近，士兵終於知道自己已經暴露位置，立即拔腿逃跑。佢不停穿梭於樹木之間，希望利用複雜地形擺脫追蹤。然而崎嶇不平嘅地面令佢多次失足跌倒，每一次靚蹄都令逃生速度進一步減慢。FPV 無人機始終緊貼目標，不斷穿過樹林追擊，最終士兵仍然未能成功逃離。另一段畫面發生喺波克羅夫斯克 Pokrovsk 附近，一名俄軍士兵離開樹林掩護，進入一片廣闊嘅空地。佢嘅移動立即被上空巡邏嘅烏克蘭偵察無人機發現。幾乎同一時間，一架攻擊無人機被引導前往現場。察覺到危險後，士兵立即伏低身體，整個人貼住草叢，希望利用植被掩飾自己。但喺持續空中監視之下，呢個方法並冇奏效。接住落嚟呢段畫面發生喺一片飽受戰火摧殘嘅戰場，地面遍佈燒焦嘅樹頭，顯示呢度曾經歷過激烈戰鬥。一名俄軍士兵正驚慌失措咁穿越呢片區域，拼命向前跑，希望盡快遠離身後嘅危險。然而佢並唔知道自己嘅一舉一動早已被上空嘅烏克蘭偵察無人機發現，並一直追蹤。跑咗一段距離之後，士兵嚟到一棵倒塌嘅大樹旁，決定利用樹幹作為掩護。躲藏之後，佢不斷四圍張望，又抬頭望向天空，似乎已經察覺到有啲唔對路。就在呢個時候，一架烏克蘭 FPV 無人機飛抵現場，發現危險逼近之後，士兵驚慌咁喺地上不停翻滾，希望避開高速接近嘅無人機。可惜呢個方法並冇成功。幾秒鐘後， FPV 無人機迅速逼近，發動攻擊。另一段畫面嚟自利曼拉文方向嘅森林，一名俄軍士兵正被烏克蘭無人機追擊，驚慌咁喺樹林之間逃跑。佢不斷穿梭喺樹木同崎嶇地形之間，希望可以擺脫追蹤，但最終依然未能成功逃離。之後畫面轉到當日多次無人機作戰行動，一架又一架烏克蘭無人機被派往森林搜尋躲藏嘅俄軍士兵，以及喺各個陣地之間單獨移動嘅人員。有人匿埋喺樹下，有人發現自己暴露位置後立即拔腿狂奔。畫面顯示，即使身處樹木密集嘅森林，步兵嘅一舉一動依然好快會被上空無人機發現。無人機操作員能夠靈活避開樹木同障礙物，保持精準操控，一路追蹤目標，穿越複雜地形。俄烏戰爭至今仍然持續升級。喺頓涅茨克地區一片荒廢農田，一名烏克蘭 FPV 無人機操作員正執行搜索任務。根據情報，附近可能有俄軍士兵藏身。無人機小心穿越雜草叢生嘅地形，不斷穿梭於灌木之間，有系統咁搜索每一個角落。早前有人曾經喺呢片區域發現一名俄軍士兵
因此操作員繼續仔細搜索。經過一段時間觀察之後，無人機終於發現目標。一名俄軍士兵正一動不動咁伏喺高草之中，似乎相信濃密嘅植被足以掩護自己。幾秒鐘後，孫科 BV 無人機迅速逼近，隨即發動攻擊。無人機收到情報，指當地懷疑有俄軍活動，因此展開巡邏。一名俄軍士兵毫不知情，仍然喺殘破建築物之間來回行走，似乎正尋找地方休息或者藏身。偵察無人機立即將目標位置傳送俾附近待命嘅 FPV 無人機小隊。短短幾分鐘內，攻擊無人機已經飛抵現場，確認目標位置之後，即刻開始最後進場。當士兵仲未反應過嚟， FPV 無人機已經高速俯衝發動攻擊。接住落嚟嘅畫面發生喺一片廣闊草原，一架烏克蘭 FPV 無人機貼住地面高速飛行，執行搜索任務。當無人機掠過樹林邊緣時，操作員突然留意到草叢之中有一道模糊身影，佢即刻修正航向，飛近確認。冇幾耐，目標逐漸清晰。一名俄軍士兵正伏喺高草之中，似乎相信自己已經完全隱藏。隨住 FPV 無人機高速接近，士兵始終一動不動，似乎仍然未察覺危險已經逼近。短短幾秒鐘後，無人機飛到目標上空，隨即發動攻擊。最後一段畫面發生喺一條泥濘道路上，路面佈滿深深車切同埋早前落雨留下嘅積水。一架烏克蘭 FPV 無人機正執行例行巡邏，操作員突然發現遠處有輕微移動，隨住無人機慢慢接近，目標越來越清楚。一名俄軍士兵正騎住電單車沿住泥路高速前進，似乎希望盡快穿越呢片區域。確認目標之後， FPV 無人機立即開始加速接近，騎士完全冇察覺自己早已被鎖定，依然繼續向前行駛。幾秒鐘後， FPV 無人機高速逼近目標，發動攻擊。接住落嚟呢場交火發生喺斯拉維揚斯克 Sloviansk 方向扎基特內扎基利附近。根據烏克蘭公開畫面，一支由3名俄軍組成嘅偵察小隊小心翼翼咁向一座被炸毀嘅建築物推進，但佢哋並唔知道一名隸屬烏克蘭第81空降突擊旅嘅傘兵早已埋伏喺建築物內，靜靜等待最佳時機。俄軍士兵利用廢墟作為掩護，慢慢接近目標。建築物內嘅烏克蘭士兵始終保持冷靜，耐心等待，直到對方進入有效距離，佢立即向2名俄軍士兵投擲手榴彈。爆炸瞬間打亂整個推進行動，2名士兵未及反應，攻勢已被迫終止。另一名身處廢墟邊緣嘅俄軍士兵見到突如其來嘅伏擊後，即刻轉身逃離現場，放棄原本嘅任務。整場交火亦隨之迅速結束。另一段畫面發生喺恰西夫亞爾 Chasiv Yar 方向，一架烏克蘭偵察無人機發現一名俄軍士兵正獨自穿越開闊地朝一段混凝土湖泊前進，附近睇唔到其他隊友防禦陣地，亦冇任何支援。偵察無人機立即將目標位置回報，附近待命嘅 FPV 無人機隨即趕往現場。士兵抵達湖泊後，又慢慢行向附近一小片樹林。經過長時間暴露喺空曠地帶，佢似乎只係想確個陰涼地方稍作休息。冇幾耐，攻擊無人機已經飛抵上空，開始搜索目標。經過短暫搜尋，操作員成功鎖定士兵位置，直到無人機逼近，士兵先驚覺危險，立即貼住一棵大樹，希望利用樹幹遮擋自己。可惜呢個方法並冇成功。FPV 無人機迅速修正飛行路線，繞過障礙物，高速逼近目標，隨即發動攻擊。
另一段影片來自烏克蘭第60機械化旅 Phantom 營喺利曼拉文方向執行任務。根據公開畫面，烏克蘭無人機部隊針對俄軍部署喺地面嘅無人機，展開一系列精準空中打擊。今次行動主要目標係尋找藏匿喺樹林邊緣、防禦工事附近以及其他隱蔽位置嘅俄軍無人機。喺偵察無人機配合下，操作員逐步搜索整片區域，成功發現多架隱藏中嘅俄軍無人機。確認位置後，攻擊無人機，逐一投下炸彈，精準命中目標。公開畫面顯示，多架原本準備投入作戰嘅俄軍無人機喺升空之前已經被成功摧毀。呢次行動再次反映反無人機作戰已經成為現代戰場不可或缺嘅一環。及早發現同摧毀敵方地面部署嘅無人機，有時甚至同消滅前線目標一樣重要。俄烏戰爭至今仍然持續升溫，而頓涅茨克 Donetsk 方向依然係前線最危險嘅戰區之一。根據公開畫面，烏克蘭無人機部隊持續喺森林、廢棄村莊、戰壕同開闊地帶執行偵察同 FPV 作戰任務。大量影片都反映出一個共同現象：唔少俄軍士兵都係單獨穿越交戰區，附近冇隊友支援，缺乏可靠掩護，亦冇清晰嘅撤離路線。有人躲喺樹幹後面，有人藏身於茂密草叢，希望避開上空無人機嘅搜索。但喺持續不斷嘅空中監視之下，任何細微移動都有可能暴露自己嘅位置。